半来到这，有听到咱圣歌队咧唱这条歌，耶稣是咱的抗野的大石盘，我听了足感动的。因为伫我40年前、40几年前，我伫新竹读大学我逐礼拜拢甲同学骑脚踏车去新竹的市内去一个教堂去唱歌，互囡仔听。阮常常咧唱这条歌，所以我听到这条歌就熟的，就感动的。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再看约瑟的故事，41章。本来希望你们可以读整章，会比较知道他的故事，但是时间不够，我们就是读一小段。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约瑟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他在监狱里面度过。监狱呢，看起来实在不是一个可以实现他的梦想的地方，对不对？黑暗，没有自由，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监狱也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会被上帝祝福的地方，看起来不像有上帝恩典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来讲，他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在上帝那里看见盼望。他在最残酷的地方，他仍然可以看见上帝的信实跟慈爱。我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呢，是潘霍华的故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潘霍华？如果你到伦敦这个 Westminster Abbey 大教堂、西敏寺大教堂，他们有一个门，上面有放了12个教会历史上2000年来的殉道士，他们选了12个人的像放在上面。20世纪的代表人物呢，就是潘霍华。英国人摆了一个德国的殉道士。潘霍华是一个对上帝非常有信心的人，他是我们在近代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呢，常常被人提到，非常震撼我们、激励我们心的人。他是一个神学家，但在希特勒的Nazi 当政的时候，他抵抗希特勒，30几岁的年龄呢就被希特勒杀了。潘霍华在1933年。当希特勒这个 Nazi 呢开始兴盛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政府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政府，他要反对这个政府。他的生命呢，因为反对希特勒的政府呢，他就陷入到很大的危险里面。1942年4月份，希特勒就把他抓起来了，对盖茨太保把他抓起来。关了2年多，1945年4月的时候，他被希特勒处死。希特勒在他杀了潘霍华以后的3个礼拜，希特勒就自杀了，因为他知道他完蛋了，这个联军要攻入到柏林。在那2年多，他在监狱里面，关在监狱里面。那在进入监狱之前呢，他谈恋爱。他的女朋友叫 Maria， 一个比他小很多岁的一个女孩子。他跟他谈恋爱，但是呢，后来希特勒就被抓起来，关到纳粹的监狱里面去。他在纳粹的监狱里面呢，关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他就跟 Maria 订婚了。关在监狱里面跟他订婚，怎么订婚呢？当然没有仪式可以让他举行，但是他们2个就订婚了。在他进到监狱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给他的学生呢，在这封信里面表达一个很特别的想法，我读到的时候非常的震撼。他知道有一天他可能因为反抗希特勒，他会被抓到监狱去，但是呢，他对于在乱世当中追求幸福呢，他仍然抱着很大的期待。那他写这封信，因为他的学生要结婚，他就写了一封信去祝福他
就肯定这个婚姻。这一封信呢，留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神学家林宏信老师的系统神学里面，就引用了这一大段的信。他说呢，潘霍华跟他学生说，我们能够非常的笃定瞻望未来，并且对明天或者明年，我们还可以充满了希望。我们满心欢喜的紧紧把握住上帝赐给我们的幸福。对他们来讲，年轻人来讲，结婚就是一个幸福，他们期待一个幸福的婚姻，幸福的未来。好，他说呢，我们不应该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不幸而轻视幸福，我们不应该因为上帝一只非常严厉的手，而我们拒绝上帝另外一只温柔的手。他认为呢，整个他的生命，德国的教会，整个欧洲经历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时期，好像上帝的手怎么这么的严厉的在我们身上？他说是的，上帝有一只严厉的手，但是不要忘记了，上帝还有另外一只温柔的手。他说呢，要信靠上帝的恩典，因为他在万事万物都瓦解的环境当中，还要想继续建造。听我念的哈，这句话非常精彩啊！在靠着上帝的恩典呢，他在万事万物都崩溃、都瓦解的情况底下呢，上帝还要继续的建造。在所有的生命都苟延残喘的世界当中，还要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在四处都被人追赶的情况底下，我们还可以渴望在自己的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四处充满了悲哀的环境中，还可以渴望得着幸福。林宏信老师是台湾长老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他为这一段话他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注释。他说呢，潘霍华把追求幸福 happiness， 对他来讲，那个幸福就是婚姻。虽然他要反抗希特勒很危险，可能会没有明天，可是他还是渴望幸福。他说呢，他把追求幸福看作以光明对抗邪恶的告白。这股公要就赞了，对吧？他相信上帝的祝福，相信上帝的慈爱，相信上帝的恩典。他把这个看作他要起来对抗那个邪恶政权的一个告白。对他来说呢，勇敢的在乱世当中结婚，就是一个最美好有力的信仰告白。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这段话，精不精彩？无论我们在任何情况，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要大过那个黑暗、暴力、恐怖的环境。当我们经历到上帝那一只严厉的手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上帝还有一只非常温柔的手。所以英文有一句常常在英语教会他们会讲的话，我希望我们今天也来练习，记住这句话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你们可以跟我念一遍好吗？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来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这句话讲得很好，是不是？在任何时候，加拿大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的乱七八糟的时候，美国要威胁我们25%的关税，那我们加拿大就垮掉了，对不对？不管在任何时候 ，God is good。上帝总有办法带我们走过去的，不要怕。所以，无论是约瑟或者是潘霍华，他们都认识上帝的 providence， 上帝的设立。我都要学这句 providence 设立，立理，安尼念对吧？立理，立是跟立到的立啊！上帝抓住，上帝没有失控，上帝没有说哇，川普来了，完蛋了，我不知道怎么当上帝了。No， 任何时候上帝都在
力都在管理这个世界，不会超过他的手。上帝的信实跟慈爱永远为我们创造盼望，好吗？这是这一段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约瑟的故事。我给大家一个开场白。当约瑟他在监狱里面，有一个那个司酒长，那个给国王喝酒的那个人，他离开监狱，他就把约瑟忘掉了，对不对？那他完全忘掉了约瑟了。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曾经帮助他，对他很好。这不是这个司酒长他的记性不好，这是怎么样呢？这个司酒长呢，他是一个太自我中心的人。当他离开监狱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啊，我等一下要做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他就把约瑟忘记了。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会碰到一些人，他们会把别人给他的好处很快就忘记了。但是呢，上帝是一个跟约瑟一起作监的上帝，这是一个基督教信仰非常深的地方。约瑟在监牢，上帝也陪他在监牢。虽然这位上帝无所不在，上帝在监牢之外，上帝也在监牢里面。所以呢，约瑟并没有很孤单。2年在监狱，约瑟其实刚开始不知道要待几年，对不对？没有人告诉他说我2年以后会想到你，没有，他就是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他不知道待2年还是4年还是10年，都不知道。在监狱可以培养约瑟什么样的性格呢？你觉得？有的人在监狱，当然监狱不是只有真正那个 prison 那样的一个地方，监狱可以指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困境，我们很多的绝望，很多的打击、生病，或者是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有很多意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我们不喜欢，让我们失去自由的。监狱可以使人变得非常的苦毒，非常的愤世嫉俗，对不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是用这种非常的讽刺的态度去看世界。但是对约瑟来讲，约瑟的在监狱里面，上帝要培养他忍耐的性格。面对一个不公义的世界，我们所需要培养的很多信心、勇气、胆量，可是还有一个是忍耐。新约要我们告诉我们说，要学基督的忍耐。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5节，基督的忍耐不是白牧师那种忍耐，白牧师忍耐可能10分钟都不要抖啊，但是基督的忍耐是永远的一个忍耐。监狱要训练约瑟，培养出一个基督那样的忍耐。为什么？因为约瑟只有30岁，然后28岁，当那个司酒长离开的时候，他只有28岁。他不知道在30岁的时候，他要被放到法老的面前，要管理一个当时中东地区最庞大的帝国，他不知道。所以呢，上帝把他放在那个忍耐的环境，去压缩他的性格，给他承受压力，面对挑战，然后有信心盼望上帝。约瑟在监狱等候的时间呢，他在等什么？他在等法老做梦。我们刚才读到这个梦，他在等法老找不到人解梦，他在等那个司酒长想起来了啊，丢，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叫约瑟的，他在等这一切。他没有想到，从监狱到王宫最短的道路，就是上帝立例，上帝的设立，上帝的 providence， 这条路是最短的一条道路。如果你不去监狱，你没有这么快就到王宫去，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在监狱里面等待。当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约瑟就起来，被送到王宫里面去。他在法老的面前为上帝大有能力的说话。在这段经文41章里面，约瑟提到上帝至少提到4次，兄弟。这是希伯来亚伯拉罕所拜的那位上帝，不是你们埃及人的上帝，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位上帝。法老也至少提了1次
上帝这个名字。他为法老解释说，有7个丰年要来到，我们要好好的储存粮食，之后有7个荒年，靠这7个丰年的食物去养那7个荒年的食物，你要准备，不然国家会毁灭，民族会灭亡。法老就接受了约瑟的建议，然后委派约瑟做埃及的宰相。法老最精彩的地方是，法老认出来，在约瑟的里面，他说有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为什么你跟我的那些术士不一样？我养了这么多的术士，我有问题去问他们，他们帮我解决，但是这一次他们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在你的里面跟在那一群人的里面不一样，因为上帝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他又说呢，上帝列兄弟，上帝只是你这一切的事情，没有人像你那么有智慧聪明。他认出来，这不是约瑟很聪明，不是约瑟很棒很能干，是约瑟的里面有个上帝，是法老没有的，法老的术士也没有，法老的那些智慧的人都没有，他们里面没有上帝，只有约瑟的里面有上帝。所以这在约瑟里面的那位上帝，他知道未来，他知道怎么样来保护埃及人。约瑟的里面的上帝从哪里来？箴言书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约瑟不是生来就很聪明 ，IQ 比人家高，不是的，是因为他敬畏上帝，他里面有智慧。他不能够解自己的梦，因为上帝没有告诉他，但他可以解别人的梦，包括法老的梦，他都可以解释。从17岁到30岁这13年的时间，他遭遇到非常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在约瑟的里面，他没有因为关监牢就愤世嫉俗，然后呢装疯卖傻，或者是非常的充满了仇恨愤怒，出来就想要报复别人，全世界都对不起我。在约瑟的里面没有这些问题，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知道上帝的两力，上帝的设立在引导着他，在死亡的地方他可以看见生命，在羞辱的地方他可以看见上帝的尊荣。从约瑟到潘霍华，所有敬畏上帝的人，他们都可以经验到，真正依靠上帝的人，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监狱只是一个过站，监狱不是终点。所以如果你的处境跟他们有点类似，在一些非常不容易受限制的地方，你要告诉你自己，这里不是终点，这里只是过站，上帝会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知道不是法老在控制未来，是他里面的那位上帝在掌管着未来。所以他对法老说，41章32节，他说上帝已经确定这事，上帝必速速成就。不断的提到 Elohim， 这 Elohim 是指他们希伯来人旧约所相信的那位上帝，是我的上帝 Elohim， 他确定这件事情，他也会成就这些事情。饥荒或者是这个丰年，上帝都会成就，上帝会保护我们走过这个危险的时间。因为对约瑟来讲，他已经学会一件事情，就是盼望。他没有盼望那个司酒长来救他，这司酒长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也没有想到法老有一天会来需要他，他什么都没有想到，他更不可能想到在远方的爸爸还有那卖他的那10个哥哥会来救他。No way， 那些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个，就是上帝 Elohim， 那位我所信靠的上帝，他有办法，咱们走着瞧。约瑟没有预期他会成为埃及的宰相，后来故事很快就跳到，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法老给他非常大的尊严，他的车子经过的地方呢，别人就要叫跪下，好像这个古代这个中国的那些皇帝一样，经过了就要跪下，要磕头。
人们需要向他磕头，向他跪下，他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生命当中。但是对约瑟来讲，他最没有想到，而且呢，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可以最触摸到约瑟的感情的？是什么？就是婚姻嘛，对不对？他需要一个家，他需要一个配偶，因为他已经没有家了。他的哥哥把他卖了，那些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上帝知道约瑟的情感的需要，上帝不是只把约瑟拿来做一个工具，救埃及人、救以色列人，盖很多的仓库。约瑟他的内在世界的需要是幸福，像潘霍华面对希特勒一样，你怎么样把我压垮了？我里面对上帝的慈爱恩典，我仍然有盼望。好，结果呢，法老就给他结婚，让他结婚了，把这个城里面的贵族，就是法老的祭司，埃及的祭司的女儿，嫁给了约瑟。他为约瑟呢生了2个孩子，一个名字叫做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贝基利，忘记了。他说呢，上帝使我忘记了，忘记什么？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的父家。马拿西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法老给约瑟一个埃及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很难念。但是约瑟给他第一个生的儿子取名，不是取埃及的名字，他是给他取希伯来人的名字。约瑟并没有真的想要忘记他的父家，他并没有，他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对不对？你看后面的故事，每次他看到他哥哥来就怎么样，就嚎啕大哭，哭啊哭啊哭啊哭个不停，然后出来就装作没事的样子。约瑟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但是他觉得我的父亲、我的父家带给我的创伤，他们的出卖、他们的残忍、他们的暴力，主啊，让我忘记这一切吧，忘掉那些悲伤、那些不公义的事情。现在是得到医治的时刻，上帝来了，上帝要医治约瑟。上帝不是只让约瑟做很大的事情，上帝要让约瑟的内在世界可以得到医治。这是一个得医治的时刻来了。他要有一个新的记忆，我要在埃及，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回到迦南地，他可能 assume 我不会再回去那个地方了。我要在埃及有个新的记忆，新的生活，有新的家庭。我要忘记一切的悲伤，因为上帝是美善的上帝。 God is good。 后面那句是什么？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任何时候，即使我的父家忘了我的父家给我带来很大的创伤，可能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在我们的父家，在我们小的时候，在我们成长的环境里面，我们遭遇到非常多不公平对待，非常多的创伤。上帝是使我们得到医治的上帝，上帝要使我们忘记那些创伤，没有要我们忘记历史，但我们不需要一直活在悲伤跟绝望里面，因为恩典要来取代这一切。他又生了老二，老二叫什么名字？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什么呢？ Prosperity， 兴盛，那结果子。而且约瑟说呢，在这里，在这个受苦的地方，上帝使我得到兴盛。就在这个地方，这充满了背叛、误会、忘记的地方呢，上帝要给我未来，给我兴盛。这是一个被祝福的地方，因为上帝没有忘记我。约瑟在经历到监狱不断的折磨，不断的被背叛、忘记，上帝要使他受苦的人生整个把他翻转过来。上帝要使他兴盛。上帝不只医治他的情感、他的悲伤、他的受到的创伤，上帝还要使他有明天。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在最黑暗的地方，在最绝望的地方，
我仍然看见明天，因为明天不是你不能给我，我就没有明天。明天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虽然我经历到上帝严厉的手，我怎么会经过这些事情？很不公平。但是呢，我也经历到上帝温柔慈爱的手。所以约瑟可以跟我们一起讲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这位上帝，诗篇34篇说，这位上帝是一位 The God, our Lord is good。主是美善的。你们要来尝尝，你们来 taste， 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神。我不会因为我失去配偶，我很痛苦，我甚至很绝望，我就觉得我没有明天了，我抱怨，我愤世嫉俗的生活。No， 我知道上帝掌管我的明天，他会祝福我，他会祝福你。这位上帝如何引导约瑟走这样的人生，他也一定会引导你走这样的人生。阿们吗？你一定会经历到这样的人生，因为这位上帝没有对约瑟特别好，然后对我们不好。No，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眼中都是宝贝的孩子。耶稣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罪人，你们都不是罪人，耶稣要不要来找我？耶稣会不会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会不会？会的。如果全世界都是好人，只有我一个是坏人，神的儿子也会从天上到地上来寻找我。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故事，记不记得？有100只羊，有99只呢，在圈里面有一只搞丢了，他就怎么样？就出去找那一只，找到了呢，他就非常的欢喜。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灵魂，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耶稣愿意为你为我而死，所以你的生命即使经历到约瑟一样的不容易，背叛，失去自由，失去了许多的东西，但这不是终点，这只是过站。上帝会保护你，救你脱离一切的危险。你愿意信靠这样一位上帝吗？愿意吗？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上帝。你在历世历代带领许多的圣徒，他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他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他们同在。你也照样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跟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主，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艰难的处境，主啊，赐给我们信心跟盼望。你是美善的主，你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一切的困难。你要使我们忘记悲伤，你要使我们重新得到兴盛、健康和喜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